第一站。固守咱一直为早时到即马。咱第二位要唱的这首，是一个伊朗的迄个主教甲伊的后生斗阵做的曲。啊，这首歌吼，因为伊朗迄边是中东嘛吼，啊，所以咱基督徒拢受到迫害。啊，即个主教的后生，因斗阵写了这首诗了后吼，伊就互人暗杀。然后主教他就逃离到英国去。啊，所以咱这首诗吼，咱唱的时阵慢慢啊唱。主，我上帝求你赏赐我智慧，因为主吼伊的安排是伊是稳捌的，咱毋知影是安怎用。但是咱以这首诗，咱来看到基督徒的信仰甲态度，甲咱的愿望。啊，咱慢慢唱，因为这首无介好唱。啊，咱请信乐队认真赞声吼，好。换面。预备，来。主，我手内给你去所我的会，做我的个秘密，我马内我比，心爱的同天长，与我多里。第一节搁唱一摆吼，歌词第一节，歌词第一节，事情，歌词第一节。我兄弟给你诉说我的会，在我面里，我马的我的。心来多堂成长，给我多力。你的我最
咱咧唱即首歌的时阵，咱得为着基督徒嘛，为着中东的基督徒，咱来祈祷。啊，练习到这，请有带手机仔的关震动，还是关机？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温慈到伫万世代。我要感谢上帝，因为伊已经应我，搁要成做我拯救的招盘。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我
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你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要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15篇，启应文第15篇就是诗篇51篇我来启兄弟来引。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应该。我伫母胎就有罪。你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起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若无爱成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者是痛悔的心灵。咱三甲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至高的上帝，伫这个圣日，阮正兄弟姊妹搁一摆来到圣殿要来调祭敬拜你，因为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主宰宇宙的上帝。透过你伫世界人的怜悯，你有赏赐独一的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阮的罪。老伊的保护，互阮得到赎罪。但阮有机会得到救赎，得到永生，会当成做上帝国的囝儿，我要感谢你。伫人生虽然有死亡、有苦难、忧伤，甲种种不如意的代志，但是阮知你的恩典够也万用，阮要感谢。你伫逐四刻的引带、带领、安慰甲照顾，但伫即个武汉肺炎的时刻，阮感谢上帝保守阮台湾无得到黑担当的事情，但求上帝照顾阮每一个人伫身体无有因为疫情会发生伫阮的中间。也保守
无伫阮中间参加聚会的兄弟姊妹，无论因为啥物原因，愿祝你圣灵有愿保守因出入平安。但愿就这日上帝圣殿做伙来敬拜，愿今仔日的敬拜会当真做得到你的恩典甲祝福。我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圣父弟要来带咱敬拜，伊所吟的诗歌是《伫各各他十架顶》。
咱们来读一段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33节。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33节。第20节，当这义上来敬拜的，中间有过来的希利尼人，因就问加利利的伯赛大的人腓力，求伊讲：先生啊，阮爱见耶稣。腓力来甲安德烈讲。安德烈甲腓力来甲耶稣讲，耶稣应讲：人子得到阳光的时到啦。我实实甲恁讲，一个马若无落伫地来死，就犹原一粒尔尔，死就结实侪侪。听家己的性命的，就丧失伊；怨恨家己的性命，伫即世间的，得甲保守伊到永远。人若服侍我，就着缀我，我所伫地的所在，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要对重伊。但我的心大悲白，要怎样讲？爸啊，救我出即个时，总是我为着即个才到伫即时。爸啊，愿你应显你的名，就对天有声讲，我已经应显，要搁再应显伊。徛伫边仔的众人听去，就讲是雷弹。有人讲是天使甲伊讲话。耶稣应讲，这个声来，毋是为着我，就是为着恁。伫即世间受审判，伫即世间的人，也人均要受赶逐。我受举起离开地，就要引带众人就近我。伊讲即个话是指伊要甚物款来死。以上，下面阿拉牧师要传讲互咱的信息的题目伫荣耀的时刻。请咱同齐来祈祷。主上帝，当阮自执踮伫你的面前，愿主你听阮的祈祷。当阮踮伫你面前，愿做伙吟诗，做伙敬拜，愿你干纳阮所献的祭。主，阮将阮家己仰望踮伫你的手中，愿主用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成做阮的帮助。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主会来平安。毋知什么时刻会是你所感觉，互你感觉足荣耀的时刻？大家拢毋知影要安怎讲。大概咱会想讲，荣耀的时刻应该是掠我家己做主角的时刻。安尼较简单无？至少有可能，咱有一个时间用咱做主角，什么时阵？就有人讲着，结婚的时应该会掠家己做主角吧？结婚的时阵可能会掠咱家己做主角，所以踮伫备办结婚的过程中间，特别坐摆要主持青年人的结婚，就看因真正足无用，真正足无用，因为开始爱备办足侪事，餐厅要订好的，要偌济人来参加。踮伫礼拜中间，阁要做有啥物邀请啥物人来献诗，阁要做一寡 PPT， 有足侪的事需要踮伫遮来举行。因为踮伫结婚的迄一日，所有人焦点拢踮伫要结婚的这两人身上。但是人生中间检菜，阁有另外一个时刻，你嘛是主角，是啥物时阵？应该告别式的时阵，你嘛是主角吧？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敢会遮尔认真备办咱家己的告别式吗？咱足少安尼想着无？咱定反正我互上帝接去了后，就厝内底的人会烦恼遮的事。但是，敢有一个可能性是，咱家己备办好，我告别礼拜迄天我要讲啥物？我告别礼拜迄天，
我有一寡话，我想要对每一个甲我做伙久久，也是我所听的亲人所讲的话。所以特别青年来找我讲爱我主持婚礼，我拢会问因一个问题，就是我挑过伊问因讲，恁会记哩倒一个圣经故事，互恁印象上深？因为有诶青年人足久无伫教会，所以当我安尼问诶时阵，因一定爱整一个出来，一定爱硬想一个出来。我会甲因讲所以吼，你要结婚迄天，我就用即段。要结婚迄天，我会用即段圣经节，正做伫结婚礼拜所要分享诶。同一个意思是，有一日咱若是要离开，咱至少会当做一件事。你会当指定经文互牧师，指定经文互牧师，请牧师用迄段圣经节，要点伫咱的个别礼拜来分享，因为迄是一段对咱的生命中间有感动，也我特别想要每一位我所听兄弟姊妹所分享的话。所以，这个备办应邀的时刻，至少点伫咱人生中间有几摆。咱来面对重要的事。耶稣其实，咱自读福音书开始，会当安尼讲，伊一直咧备办要死亡的迄一日，伊一直咧备办这件事。所以，咱透过读福音书，咱不断对耶稣咧行，对耶稣咧行，耶稣也一步一步咧备办过来，伊所要拄着一切的状况。约翰福音，咱今仔日读到22章。约翰福音书的作者真简单交代伊所要讲，伊写福音书的目的，是要互每一个读这封约翰福音书的人知影讲，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而且爱每一个因为信伊的人，拢得到活命。所以一步一步，咱哪读会看到讲，耶稣有一个行动，有一个神迹，要向人启示伊的身份是啥物。要进入耶路撒冷啊！要进入耶路撒冷，故事就来到伊哪来哪接近受难的事实。踮伫12章头前11章的所在，经验过拿撒勒对4个月的神迹。拿撒勒对4个月，有一人愈来愈跟对伊，直到法利赛人咧讲，看全世界拢安怎缀伊去啊！法利赛人咧讲，全世界的人拢缀伊去啊！法利赛人的话表达讲，黑暗甲光明就伫一线之间啊！要跟对耶稣是一条选择，到底要通往性命？也是要通往死亡，要往黑暗行，也是要往光明来行。到伫这期的时，有侪希尼利人要来见耶稣，因来找伯赛大的人腓力也去找安德烈，讲有人要来见耶稣。因来找耶稣的时，当耶稣接到这个消息，耶稣所讲的话是啥物呢？耶稣讲：人子要得到阳光的时刻到啦。读到这的时阵，咱会感觉足奇怪，这是安怎看出来？耶稣是安怎看出这个记号的？伊哪会知影讲家己要得到阳光的时到啦？因为一开始约翰福音书一开始伫迦纳的时阵安怎？伫迦纳有一场婚宴，当迄场婚宴的酒无够，伊的妈妈走去找耶稣的时阵，耶稣甲伊讲啥物？我的时也未到。但是点伫这个所在，耶稣就清楚的，阳光的时到啊！阳光的时到啊！只不过耶稣所讲的阳光，甲咱所想象的无共款。伊煞只讲啥物话？伊煞只讲一粒麦。无落伫地里来死，犹久是一粒，死就结实济济。阳光必须爱面对耶稣基督伊家己的死亡。看起来这是一个人性命的死，
总是整个军队耶稣的人新的开始。耶稣的性命自头到尾，拢是为着人所存在，为着人所付出。伊也因伊的性命不断地建立军队伊的团体。这是耶稣的因光，因光面对死亡。但是照着今仔日，咱安怎想因光呢？照人的眼光来看，咱头壳内底若是听到因光这两字，你会想到啥物？咱可能会想到应该爱穿了真水，啊有足有成就，得到权利，有好的地位。这是人一直点伫这个社会中间咧追求的。但是，逐摆咧当咱咧追求这个时，搁读到圣经内底安怎讲？要爱保守家己性命，要丧失性命，愿意牺牲家己点伫这世上性命的反转，要保存这个性命到伫永远。迄个意思是讲，若是要追求这个世界，咱就会面对死亡。咱会面对侪侪冲突，因为咱所想的因光，甲耶稣所想的因光完全无共款。咱所想的因光是一个受着数字所捆绑的世界。什么物件，咱踮伫这个社会，咱会一直追求数字爱愈大、愈悬、愈好。除了身体健康以外，最近咱大概看电视拢看会到，有一个餐厅。用一个广告，就全部的人开始咧改名。咱会开始笑讲啊，遮个人到底是要遮个青年人，因为会去改名的绝对拢青年人，因为较无其他的负担，所以因会去改名。咱会开始笑讲啊，遮个人到底是咧做啥物？但是这个餐厅所做这件事有成功无？非常成功，因为因所爱的是追求数字的提悬。愈来愈侪人只要看到因，只要制造愈来愈侪人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这就是因的成功。这也咧不断提醒讲，伫这个世界所要看的因光是用数字来判断，所以餐厅。愈来愈侪人看到，愈来愈侪人消费，这就是因要治的。媒体也是安尼，媒体要治的是啥物？收视率爱愈悬愈好。所以无论迄个新闻到底是好也是歹，无论迄个新闻到底是有道德也是无道德，只要收视率悬就好啊。广播门嘛是共款。用一个计划的数字来评估，这个计划到底会当继续落去无？但不断咧追求这个物件，甚至也影响伫教会。教会安怎追求？教会追求礼拜堂内底有啥物方法会当互礼拜堂增甲满。啊，甚至讲麦克风的音量分贝数，也可能代表迄个对数字的追求。咱对音光的了解。一直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因为有新者受人欢迎就对啊，新者是吸引人欢迎的方法，所以咱不断想要制造一寡看起来超自然的新者。但是照耶稣的行动是啥物？若是数字是评估一切的标准，耶稣会安怎做？如果追求上济的数字是耶稣所传福音成功的标准，若是安尼，搁加几场迄个五底饼两尾鱼就好啊嘛。不断加搁较侪场五底饼两尾鱼的新食，安尼人就会愈来愈侪，愈来愈侪。但是耶稣所追求的却是讲十字架。耶稣所讲的是十字架，十字架邀请人对生命的终点回头来看，也就是讲，咱必须爱对死亡的必然来看生命的可能性。
咱每一个人必然会面对死亡，但是咱用偌济时间避办这件事呢？咱必然会面对咱用这个世界来死，总是咱敢确实避办讲，当迄日是阴光的时嘛？迄日会是你上阴光的时嘛？伫迄个终点站，这个世间一切数字无阁有意义，咱所抓准的阴光拢是空虚。咱需要面对世间的苦难，面对十字架，也透过死亡，搁一摆来想我的生命要怎样回应上帝。今仔日咱非常的自由，也非常的安全，总是踮伫这个世界有侪侪角落，有侪侪困难，有侪侪压迫。这几年中间，全世界的教会出福音队上侪的所在，咱知影是对无？全世界的教会出福音队上侪的所在是中国，第二名是对。第一名是中国，第二名是缅甸。所以，足侪教会、足侪单位开始送福音队到伫缅甸，包括咱台湾有侪侪教会也投入缅甸的宣教。也因为安尼，踮伫台湾新航医院有两个学弟妹，因是一对夫妇，因毕业了后也受车派到伫缅甸，到伫遐阁有两个囡仔，因是全家去遐服侍。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提早台湾叫伊赶紧转来。转来了后，因也一直咧等待讲，到底什么时阵准备要继续去宣教？总是踮伫这个过程中间拄着什么事？缅甸经过咧政变，所以看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因开始唔知影过来要安怎行。因所有的因是敢若4个人都皮箱安尼赶到转来啊，所以其他的物件拢还阁伫缅甸，所有厝内底的物件拢还阁伫缅甸。厝主吼嘛一直咧甲厝主对话，车派出去的协会一直甲厝主咧对话，讲会当互因甲物件拢寄到转来，迄个厝会当退租无？结果迄个厝主讲袂使退租。因为当全国的环境咧变化、咧改变的时阵，迄个厝主即马是会当摕偌济钱，就要摕偌济钱。但是这两位牧师嘛讲，检采提早转来是一个问题，因为踮伫遐状况是愈来愈歹，军人开始一直咧镇压侪抗议的人，甚至是台人无选择。我嘛看到一寡为着缅甸关怀甲祈祷的消息，有侪各国的迄个教会拢开始要求宣教师赶紧转来，但是犹原有侪宣教师是无法度联络的，网络受到切断，这侪所在无法度会当真简单来找着人。但是踮伫台湾是自由，但是咱足歹想象，踮伫别个所在，因拄着世界的患难，拄着侪困苦。伫这个过程中间，咱永远是踏出家己的世界，为着困苦的人祈祷的时阵，咱才知影信仰到底是啥物。定定祈祷的是，咱敢若关心家己的需要。家己的因光，但是咱足少有机会踏出家己的世界，为着软弱的人祈祷，为着受苦的人祈祷。只有踏出家己的世界，咱才有机会看见什么是真正的信仰。这也是耶稣不断咧讲的，迄粒麦爱落伫地里死，因为伊若无死，犹原是一粒。只有死，伊才会结出济济。耶稣知影家己的使命，但是伊犹原是挣扎。
因为伊嘛一直咧问，即个因光敢是伊真正要行的吗？伊伫咧讲，我心内是真郁卒，我应该爱讲啥物？我敢会当莫行即条路啊？但是上帝的旨意非常的清楚，伫情愿甲无情愿的中间，耶稣永远爱怀抱结出济济的期待，结出济济果实的期待，不断向头前来跑走。什么是因光？因光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定死甲国活。这是一个世界讲外 say no 的力量，要邀请每一个人来跟对上帝。耶稣所行的路是一条迈向死亡的路，但是伊足清楚知，只有落伫地里死啊，才会当结出济济，国外的活命会带来新的快乐。数字是咱所看的，重要的是咱怎样结果子。咱咧服侍上帝，咱跟对上帝，咱会传福音，咱会用济济方式来宣讲上帝的话语。总是咱是咧追求数字，也是咧追求结果子。看起来数字甲结果子敢若无啥物真大的差别，但是在耶稣来看，这差足济哦。数字甲结果子唯一的差别是，要结果子是耶稣必须爱用伊的性命栽伫人的性命中间，伊爱面对家己的死亡，直到福音的种子会当踮伫人的性命中间布结起来。所以传福音一件真困难的事是，咱敢有备办好？当咱要传福音的时，是咱爱有一个决心，为着别人来死。传福音毋是追求数字的提悬，讲我一世人引出偌济人信耶稣，是我一世人要用我的性命栽伫人的性命中间，直到福音会当踮伫伊的性命中间，不断结出济济的果子，结出济济呢。所以福音工作是一个咱为着人来死的工作，为着人来死，然后咱为着耶稣基督来活。这是生命的路，也是检测咱一世人需要备办的。顶礼拜我甲大家分享讲，我去参加一个教会宣教的研讨会，迄是咱长老教会有济济牧者踮伫偏远的所在服侍。有一个学弟，伊甲我共一年入神学院，但是伊读大学部，我是读研究所。我看到伊，我知影伊踮伫遐做真水的工。但是当阮彼此咧请安的时阵，伊就甲我讲，伊讲平时真正足困难。虽然人来看是成功，但是伫迄中间所付出的、所爱栽落、所爱面对济济人生命中间的问题，面对济济苦境的时阵，伊伫讲，这真正足挣扎，逐工拢足困难，毋知要安怎行落去。伫甲伊咧活动的过程中间，我也甲伊讲，老实讲，服侍这条路真正是学习用死亡来行的路，用这个世界来死，但是要对耶稣基督得到活的过程。这个小型教会牧者的分享，看起来因做足侪水的工，但是背后所爱付出的，比咱所想象的搁较侪。更加搁较侪的是人拢无想要担会当担。但是我嘛甲这个学弟咧鼓励讲，上帝使用每一个人伫无共款的所在，重要的是咱怎样回应伊的听。
通过伊的分享，我也得到济，因为济人有问伊讲，啊，你摕到牧师资格，你有要离开无？结果，这个牧师分享讲，我未离开，因为我爱上了。我说爱上什么？爱上了这一群管义服侍、管义军队耶稣的信徒，爱上了这个看起来真偏远的所在，所以我未离开。但是我未离开以外，也对教会讲，教会若是爱牧师继续留伫即间教会，伊邀请教会是，莫看即个世界的价值，是转向追求上帝要点伫即个教会，要点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做啥物？到呾为止，伊犹原有济的重担，因为因身体无好，因犹原需要医疗，所以伫真大的挣扎内面，一步一步继续向前来行。服侍是无简单的路，毋是干那牧者那尔。对咱每一个真实要跟对耶稣的人来讲，服侍永远毋是简单的。如果咱感觉服侍是简单，是足轻松的，安尼有可能咱其实毋是咧服侍上帝。咱咧跟对耶稣是一条迈向死亡的路，是一条迈向十字架的路。所以，当我听这个牧者的分享的时阵，我有一个真深的感受。每一个愿意回应上帝的人，无论是牧者也好，也是每一个信徒，必然爱面对艰苦，必然爱面对挑战。搁较侪的时阵是，你想要甲伊害掉，拢无法度害掉，互你感觉不舒服的重担。迄个感觉会互你感觉心足忝的，互你感觉真励志，也互你感觉你想要放弃。但是，也就是迄个互你感觉无遐尼舒适的感受，互人经验啥物叫做着这个世界来死，上帝要得到我，迄是真实的稳定，而且迄个稳定是永远袂离开你的。迄个无舒适的感觉是重要的，因为迄帮助人知，我要追求的阳光，毋是我的阳光，是上帝的阳光。前几工我嘛去新大的团契，甲因分享，有一个学生就问我讲：啊，对今仔日参加大学团契的少年人，我有啥物期待？我甲因讲。我讲青年人吼，一定爱对教会不满。因一听到这就硬气啊！我甲因讲，教会中间的青年人一定爱对教会的现况不满，因为少年人代表热情，少年人代表推动教会向前的动力。恁一定爱对教会有不满。有批判的态度，但是我也甲伊讲，未讲煞，阁有后壁。恁一定爱感觉不满，一定爱感觉批判，但是过来，恁一定爱选择将你的性命奉献伫要改变这个所在，将恁的性命奉献来改变你不满的所在，为着这个所在付出，为着别人来奉献你家己本身，所以你一定爱对这个现况不满，对教会不满，对这个信仰团体不满，但是你也爱愿意为着人顶十字架，军队耶稣基督，为着这个教会，为着这个信仰团体，为着整个的社会顶十字架。所以，若是照安尼来看，对今仔日的教会也是同款的。咱的教会一定爱对这个社会不满，一定爱对咱整个的世界，对整个世界的价值，对整个政府
所要推动的事，咱一定爱尊重不满的态度。但是，迄个不满的态度是爱杀咱愿意尽咱做一个耶稣门徒的态度，愿意伫每一个所在付出，愿意伫每一个所在将咱家己的性命栽伫土里，为着要结出济济。所以今仔日上帝呼召咱，成做一个，咱是一个军队耶稣的门徒。除了踮伫教会以外，咱也踮伫即个社会有咱的工作，有咱的家庭。咱也是通过安尼，将咱的性命栽伫上帝所肯互你的所在，伫遐要结出济济，咱才会当期待未来会成做搁较好的所在。这个教会会成做搁较美好的所在，这个社会会成做搁较美好的所在，是因为咱愿意军队基督，愿意军队基督。定是一个，直到看见新的画面，看见国外的溃烂，要点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这是福音，这就是真实的传福音，毋是数字，是结果子，为着人的生命来死。所以看无家己是咱一生拢咧学习的功课。军队耶稣。爱放手，爱面对死亡，爱进入这个土里，结果子，迄将来都毋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经济伫土里是虾米款的情况？经济落伫土里是互所有一切黑暗遮看，踮伫土里，哪看袂到新的光芒伫倒落？伫土里。面对迄个死亡的事实，但是照着上帝的时，慢慢，上帝咧养饲咱会结出济济，咱会结出济济水的果子，为着要互人来看见一个搁较好的世界。尽咱所有的，互人看见耶稣基督，这就是传福音。尽咱所有的开力，栽伫土里。只要人看到耶稣，毋是看到咱家己。前几工咱对圣经学堂内面，咱读一首诗。今仔日我也要邀请咱做伙来看这首诗所对咱讲的。这是一个诗人所写的。伊安尼讲：毋那伫你所讲过的话语，毋那伫你所告别的行为中。乃是地上无意识、不知不觉当中，基督出现了。下一页，是伫天顶福气的微笑吗？是伫目睭中间所露现的神圣的亮光吗？哦，毋是，我感觉伊的显现是伫现在的你欢喜咧。大笑的时，毋是因为所教导的真理，虽然你清楚，我总是懵懵糊糊。乃是当你找我的时，带来一款伊的感觉。对你的目睭，伊对着我咧挥手；对你的心，伊的疼向我显露。直到你伫我的眼中渐渐消失，只有看到基督。这篇诗所咧表达的是，咱需要做，咱需要军队的是，互人看无我是虾米人，只有互人看到基督伫我的生命中间，伫无意识的中间出现啊。咱所上界荧光的时是虾米时阵呢？你感觉你会上荧光的时是虾米时呢？敢会是迄个？侪人来到伫遮拢袂讲起，这个人有偌厉害，有偌优秀，伊做了偌济事，是侪人咧讲，伫伊的生命中间，我看到基督。伫伊的生命中间，
我知有基督的疼。伫伊的生命中间，我知基督对死搁活。咱要搁一两礼拜，咱继续对受咱到搁活，愿咱真正向着这个世界来死，向基督来活。这是阴光的时，因为迄个阴光的时，唯一只有基督。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通成做你的囝儿，毋是因为阮的高，毋是因为阮的才能，乃是因为你的疼。当阮跟对你的时，愿你不断教导阮，愿你不断通过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的帮衬。互阮搁一摆来思想，阮是向着这个世界来死，为着要踮伫基督，得到真实的活命。那亲像主你所讲的，一粒的爱落伫土里来死，才会结出济济。愿阮的生命通真实结出济济，也帮助人看见只有基督。愿你祝福阮，愿你引带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回应上帝话，咱来吟圣诗第496首，圣诗496首，主我上帝，求你赏赐我智慧。主
感恩的心来奉献。真济。下面我来报告咱伫周报第8页教会消息第1点3月28，就是下个礼拜日咱为着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咱请王宗尧牧师，伊可能拍毋对王崇尧毋是王仲尧，王宗尧牧师来。前来咱教会来讲道、请安甲报告。第2点，伊莎伯照顾讲堂将伫3月26一个礼拜5，沿暗7点半，伫伊莎伯纪念教堂来举行。咱邀请老炳义牧师甲台湾在体医疗学会陈友谦副秘书长为本次为讲员。讲题是有约10年后因优雅生活，为着方便管制人数要参加的人咱到办公室来报名第3点，为着同心体会耶稣为世人受难之苦，咱请咱兄弟伫受难周的期间就是3月28到4月初3，咱卖举行一寡喜庆的这活动第4点受难周特别礼拜将伫3月29伫下礼拜1到3月31，下礼拜3伫沿暗8点伫咱的大礼拜堂要来举行。咱侍奉的安排
这个咱家己来看啦吼。第一是咱老炳义牧师甲繁华教会总教文牧师吼。拜二3月30是请罗光义牧师来3月31咱请吴宗义牧师来做这个特别礼拜。来，咱来看第5点。消费互保将伫4月20拜二上午8点15到中午12点，咱前往龙埕社区关怀活动。名额拢总有5个人吼，咱会当到办公室来填写报名表吼，咱欢迎咱兄弟会当来报名参加。第6点，本会还佫有剩一寡无共年份的同声周年刊物周报的学定本，甲具姓诗咱伫下尾拜日就是3月28要伫咱的教育大楼边放伫遐咱的会友若对这绝版的这刊物也有兴趣的，咱会当摕转去做纪念其他行业的名词若有出入请咱会当甲干事讲教会团契活动也是甲侍奉另外的安排咱有咱会当来来看这个时间来注意家己侍奉的时间好，咱来读今仔这礼拜的金句这礼拜的金句。我实在甲你讲，我念一摆咱会友来念2摆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马若无落伫地里来死，就犹原一粒尔死就结实济济。约翰12章24节，来下面来，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马若落伫来死，就犹原一粒尔死。就结实济济，无啥整济搁一摆，来预备。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马若无落伫地来死，就犹原一粒死就结实济济。约翰12章24节，来请牧师。好，咱今日有一位对台北大安教会来的姊妹黄宇娟毋知踮伫啥物所在互咱做伙欢迎的。好，请坐。好，我补充报告就是，咱即礼拜五过来的即礼拜五暗时有伊丽莎白照顾讲堂，所以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因为咱现在拢爱迄个报名啦，所以才好按迄个人数，所以你若想要参加的，有意愿来参加，也是要邀请你的朋友会当做伙来参加，拢会当踮伫迄个办公室头前遐来做一个报名吼。好，过来咱受南州的特别礼拜，嘛继续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头一日我会甲繁华教会曾教文牧师做伙分享。繁华教会咱小会员有去参观过，一个真偏远嘛真细的教会，但是牧师踮伫遐做真水的工，所以头一日会邀请曾教文牧师甲我要做伙踮伫遮服侍。过来第2日是咱做熟悉罗光喜牧师要分享信息，以及第3日吴忠明牧师是南神新的院长，也邀请吴牧师来到伫咱中间，所以欢迎咱伫搁续来3月29号开始吼，2到30、31。3暝的8点，拢要踮伫咱的礼拜堂中间，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互我做以上的补充甲报告。上英，咱吟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咱吟2摆吟诗了后，咱请牧师来祝祷。
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兄弟姊妹三弟弟对答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